欢迎收看5月20日公司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今仔日的下晡新闻哦，咱甲主播台刷来嘉义稻草的后寮村。今仔是稻草以主亚公的圣诞千秋哦，这几日会有上清白、歌戏甲布袋戏来写戏行员。今仔下晡新闻哦，咱会详细来了解这个地方的文化的大代志，互大家来了解。也毋过，咱要先来关心昨暗发生的一件真严重的车祸。昨伫新北市的三峡有一个78岁的老大人哦，伊冲红灯，佮冲啊真紧，乌白路。因为伫学校的附近哦，尤其是下课的时间，造成有9个国中生受伤，其中有2个学生不幸死亡，佮有一个40岁的查某人嘛过亡。警方嘛发现讲，伫大正发生的进程以及其他路口冒启动吊车，随着驶走。即马这个了事的老大人哦，佮伫加护病房。新北市启动互动的专案，伫管区内底校园四边加派警力来执勤。在学校周遭的一个路口啊，增派大约警力跟人力。案发的国城街口，涂骹拢是灰、刺绣啊、甲卡片，这拢是民众家己藏的，表达悲哀。因为这件事故，到当已经造成342伤，其中的2位死者，敢若是10多岁的国中生。很伤心，就心里有点酸酸的。对，我昨天看到新闻，就有感而发的哭了。吊死的78岁老阿公伫辖区失控乌白弄入去人灯，家己也受伤，经过紧急的手术，转入去加护病房，还未做笔录，不过无食酒洗车伊，憋出真侪年前，就捌弄起哩人行道，甲人弄着伤。即个伫事发进前，也早就伫其他路口挖的时阵弄着分隔岛，挖去的时阵又搁弄着后壁的车头，所以马上离开现场。这敢是牵连着肇事逃走，拢要等待检警调查厘清。对于昨天发生的事情非常难过哈。那我们今天早上，利用升旗朝会的时间，因为场地的关系，我们先集合7、8年级，先做心理辅导。三峡国中的学生有9个人受到牵连，其中不幸过身的2位学生，伫学校的表现真优秀。校方是烦恼讲，有师生看到车祸出现创伤，已经提供心理辅导。原来新北市交通局20已经重回事故的现场来会勘。主要是因为驾驶人他有多项违规，包括在禁止进入的时段违规进入，然后超速跟闯红灯的状况。其实伫案发路口有行人专用的时尚设置，伫上下课等等的特别时间，会强化行人通行的安全。不过，即马由于出现重大的死伤，警方、交通局甲当地里长等人，拢做开来看目前的交通设置是毋是有无够的。公司新闻采访报道。今仔嘛是咱的总统大清的就职满1周年哦。早起总统发表谈话，针对三峡车祸向罹难者个家属来致哀，嘛强调讲中央会甲地方合作来协助家属理清原因。今仔总统的演说讲到甲美国关税谈判的进度，嘛表示讲政府会来成立主权基金投资国际市场。总统嘛强调讲，无任何总统会当来违背民主自由。5月20日，总统罗清德就职满1年之间，伊公开发表演说，头起先针对新北三峡8大高速外口的严重车祸，对罹难者和家属致哀，嘛向车祸受伤的民众表达关心。在第一时间成立专案小组，中央相关部会和地方政府会携手合作，积极协助家属，并尽速厘清事故发生原因，检讨改进。罗总统伫记者会顶悬，嘛向民众报告这1年来国家拄长的挑战、成果和未来的规划。罗总统表示，台湾过去长期戒严，有一个先进的牺牲拍拼，但互台湾成做亚洲的民主灯塔。针对国内各地发起的公民运动，罗总统表示肯定，认为面对民主的纷纷扰扰，应当爱用民主的方法来解决。伊表示会拍拼促成中亚对外来加强政党合作。我将指示国安团队着手规划，向在野党主席进行重要国安情势简报，期望朝野政党领袖，无论政治立场为何，我们都能够以国家利益为优先，以守护国家安全为前提，在相同的事实基础上，坦率、真诚交换意见。
经济面对美国对顶关税对台湾的冲击，罗总统宣布要成立主权基金来投资国际市场，协助国内产业在全球布局。台海政治方面，中国军机军舰嘛继续对台湾四周骚扰，国际媒体嘛关注中国对台湾的威胁。罗总统回应讲，会继续强化军事采购、经济联性，也有国际合作，以避战来避免战争。我们也积极跟国际友盟共同合作，肩并肩，发挥威慑的力量，以备战来避战，达到和平的目标。第四个是我在这里再次重申，只要对等尊严，台湾很乐意跟中国进行交流合作。罗总统嘛表示，行政院有提出强化安全韧性特别条例，编列4100亿的特别预算，除了支持产业和安定就业来强化经济、照顾民生，也有强化国土安全韧性。其中有1500亿是5万用来提升国家韧性，包括起造军品仓库、建立饮用水供电设备，也有规划巡防舰艇等等。罗总统希望会当得到中央的支持，让台湾在国际变局当中继续安稳向前行。记者卢尚祖、郑准友台北报道。咱台湾有真丰富的民间信仰，今仔下晡新闻，咱甲主播台刷来嘉义鹿草的后寮村哦，今仔是鹿草伊主爷公的生日，咱会当看到对庙口高铁下骹的第37线，还有管道沿路拢是戏棚哦，有歌戏棚，有布袋戏，还有舞台车，拢是信众来搭谢伊主爷公，这嘛形成全世界独一无二、真特殊的文化景观哦。今天的新闻，咱就把这个台湾真珍贵的传统信仰文化，小解给观众朋友来了解。为着要帮伊主爷公来接受哦，伫饭店的时就有成拜天公的仪式，伊主爷公带领来进行走钱的仪式，来消灾解厄。那么，请台记台嘉义在地记者伟霆带咱来了解这个地方一年一届的大闹热。戏班的人员赶工来咧大舞台，庙内志工甲信众嘛无因准备拜天公的物件。旧历10月23是鹿草乡鱼主爷公诞辰，历经1天22的主时，庙方甲信众都爱是拜天公，完成了后，才来替鱼主爷公祝寿。手表起来点点的，插香敬手安尼，要收束才跋杯看要下袂才搁起价，起来走钱安尼。配合时辰拜天公仪式才开始，信众才只是开香参拜、插香敬酒，真侪信众嘛专工来遮拜拜。记录科技馆公庙文化研究学者嘛发现讲，伫高铁甲快速道路边仔鱼主爷公庙，显示一种真特别的状况。感觉鱼主爷公来做有灵性，就感觉伊大概拜拜有到3天。后壁有迄个高铁，正手有迄个快速道路，一般是拢反对庙也是迄个社区有即个物件，毋过迄个高铁甲快速道路竟然。互伊家讲愈来愈兴哦。鱼主爷公降价，带信众来设会场，信众嘛捧着家己摆的三角裤缀咧后壁。庙方讲，这个叫做走钱的仪式，是鱼主爷公要来替信众消灾解厄。但是鱼主爷生意上有特色的，也是搬戏替鱼主爷公来祝寿。若有人达成心愿的，就是拢安怎，拢请伊去这庙的庙公，是继承先生咧讲，伊讲哦，伊主爷公今日爱留者，伊都要留者，就是伊的生日圣诞迄天。才开始甲做伊，做愈侪平愈好。众人拜天公了后，煞来甲倒仔洗头，用鱼主爷公来拜拜祝寿。这个所在会阁闹热几啊天。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农历的4月23是伊主爷公的圣诞千秋，信众会下戏来搭谢。因为之前疫情停办，所以前2天拢有上千杯戏来献愿。今年庙方是表示讲，向庙方订的戏大约都600外杯哦，佮加上信众家己来请的，嘛有上千杯。咱即马特别请记者加入，带咱来看今年的现场是偌闹热。是主播，记者目前所徛现场呢，就是咱家己伊主爷公司戏班大会宴哦。现场呢，咱看到这条县道167线一直通到高铁桥开上平路边，拢已经摆满了戏棚。自下晡2点正式开演开始，现场是锣鼓声不断，闹热气场，带大家来看一场现场闹热的状况。不管是布袋戏也是
歌戏伫咧正式起过了后，拢搬甲闹热市场。因为这戏棚拢是来为伊主要接收的，所以在搬戏的定数嘛是有讲究的。对2点正式开锣开始，每一个戏班拢会先对办身的仪式大先做。办身的过程嘛，也一寡汤啊、银角啊，来给民众食平安，为民众祝福。几落百名戏班做回来办身，这场面是罕见搁壮观。咱伫现场也会当看到济信众做回来斗闹热，因有的是头摆来看闹热的，有的是已经连续几落年拢来遮为伊主要接收。咱来听一段民众的讲法。今仔时代你上趣味的就是来遮捡银角啊！你不管你捡着1块、5块、10块的有无吼？有的大人会摕钱喊你换啊！你捡着10块的有无？10块正上侪钱的时阵，伊可能用100、200打你换啊！伊打你换毋是换啥？伊打你换是换迄个福气。咱捡银角就是捡一个福气啊！你捡1块、5块、10块，吼，就是你家己的福气啊！我感觉这个就是一个咱少年时阵有无吼？的一个童年的循环啦。听到咱民众的分享，唔知观众朋友是不是也想要做伙来感受这款庙口看戏、闹热气彩气氛呢？我袂过正式开锣的民众慢慢引起，因为这段时间，逐天的下晡甲暗时拢有安排演出，有机会会当找时间来现场感受一下这种闹热的状况。以上就是现场上新的状况，咱从镜头交给主播。伫婚林家己才有一句俗语叫“北港炮，新温金”，后来为地草的后寮村的伊主亚公庙哦，社戏的文化正兴，所以佮加一句后寮戏。伊主亚公庙是洪赛队郑成功身躯边的一个吴将军哦，将军是派伫诸罗嘉义，对当地的农业有正大的贡献。后来哦，因为战争顺难，伫1970年的时，在地一对姓施的兄弟仔有感应，帮将军来起庙。因为有伫主要讲哦，爱劳力爱看戏哦，所以信众拢会伫4月23，以主要讲生日的即天社戏来搭写，将千变的歌戏甲布袋戏做伙哦拼场来演出，是一个正特殊的文化风景。伫下晡2点的时候，庙口嘛举行拜台仪式。今年的戏班大会就宣布讲正式起稿，开始办身接收。一个占地哦，才无到500大的伊主要公庙，庙方嘛只有庙公甲一寡志工哦。伫短短的时间内，千变戏是安怎来动员、安怎来组织的，咱嘛做伙来了解。天价夜的好朋友咧，2个少年家当咧赶工要甲戏棚搭起来，因为这边搭了后面也阁有几十棚在等紧。今年伊主要公司接收的戏棚共款是对庙口摆甲高铁桥卡过。庙方讲，原地规模无遮尔惊人，大约7年前因为高铁甲民车关系，这几年社新的戏棚拢是正清白在做。即马大省是入伙一棚，过来搭加那车爆啊，即马来分啊车啊。自从阮遮的少年辈逐庙的用这个网络这 FB 起嚟了后，足侪伫网络看到，人会来问，来拜拜，有感应。过来就是咱高铁站这个区域了后，经过信道看到有就落来。庙方表示，当年伊主亚生也被过线到信众登记过当年的婚，这刷刷收到的社戏登记，无论是布袋戏也是歌戏，老辈拢会交给换头的班长来斗发落。班长讲，因为电力限制，大家上济300平就真棒啊。其他亲像演出的时间地点。也有本身爱用到的物件，因嘛拢爱斗安排。今年布袋戏有600多平，歌戏有36平，要安怎互戏演好演完，这内底拢是学问。伫较早的时阵，敢若拢一工庆典，所以规排拢是歌戏甲布袋戏。后来才因为电力跟那个交通的关系，才分做几啊工为准。拢差不多300、400平啦，来。个第2天、第3天，就无遐济安排遐济病啦。但是若讲3天内咱的戏都宽过，做无煞的戏，继续要搁做，就爱来咱来庙埕。伊主要讲爱看戏，当年生日上清白戏出，已经成做地方的特色庆典。庙方讲，大家拢会问这戏要演几工，这个问题实在真困难，因为戏哪演都有人煞规定，有时阵演要几个月嘛无奇怪。记者柯家族柯超雄家己采访报道。伊主要讲的生日都愈暗会愈闹热，等下咱来继续带观众朋友来了解戏班大会历史甲现场状况。咱个要继续来关心今仔的新闻大代志，将发生伫新北市三峡死伤真严重的车祸，因为这个驾驶已经78岁，嘛佮引起老大人换驾照的讨论哦。有在地人就讲，这个驾驶伫5当前哦，嘛捌驶车启动着硬车。
有民间团体就呼吁讲，应该恢复原本记点和检举的制度，来淘汰一寡高风险的驾驶。三峡北大国小边仔重大死伤的车祸，78岁姓叶驾驶是疑似涉嫌肇事盗窃，各落红灯，互集会换照的争议各方讨论。伊今年2月拄伫台北监理所集会换照，驾照的状态是正常的，有效的日期是到2018年的2月19，无违规无结的案件。对监理系统来看，一切拢符合规范，但是却造成无辜性命的过往。一纸合格证明的后壁，敢是无顾到实际的风险？年龄不是主要的问题，真正的关键是他们的功能。那例如他们的认知能力、注意力、反应速度、操作协调等等。今年1月到2月，全台因为交通事故死亡有469个人，其中集会者死亡是211个人，差不多占总死亡人数的45%。虽然交通部要求75岁以上的士大人逐3年拢爱换照，但是未去管过去的记录。民国31年7月初1进前出事的无强制换照，互几十万的士大人变作无换照的乌数。日本是大概5年或者是各限定年数，你就要回去再做一次交通讲习。那针对于老龄人口的话，我们其实更应该做到的事情是加强他们的体能检测，那加强他们的对于认知的部分。大众数据拢提醒讲，年岁无应该是唯一一个条件。各别身体差嘛是同款来考虑，安怎去降低集会士大人交通安全面对的风险，去补到现有制度面欠缺的部分，嘛是要等政府细心来考虑。伫新闻做了之前，交通部还未对外说明5日控周年的记者会嘛话停，行人路权团体呼吁恢复原有的记点和检举制度，同步检讨台湾驾驶系统性的问题，建立规范机制，提选而且再教育无涉入和高风险的驾驶人。公司新闻综合报道。咱再来看立法院今仔议会本地是要讨论南北党团提出的公道案，因为今仔是总统赖清德上任满周年，在野党进前话讲要罢免总统，即嘛已经会当提出咯。也毋过国民党是无提出具体的时间表。总统赖清德是表示讲，会来向在野党的主席来进行重要国安情势简报，办公调野政党的领袖会当审议来交换意见。我爱开始。所有人头咧咧、目睭刻刻，表达爱意。调查立委开议进前，成为三峡的车祸死伤者致哀。立法院2早要处理反戒严、中考13，阁有国内移转投票法3个公道案，又阁有立法院宴会案。不过赖总统就任满1年，国民党进前发出要罢免赖清德，当时启动也受到关注。我们今天主要还是在处理有关宴会案跟公投案，那这个是在上个星期2的程序委员会就已经确定的议程。根据总统、副总统选举罢免法第70条规定，就任满1年就当提出罢免，不过需要全体立委1/4提议，2/3同意才会当成立。除了南北，至少要有16名民进党立委同意才会使。后续投票也需要超过选举人总数的一半，以2024年来计算，大约需要977万人的票。那有效的票当中，同意罢免的票要超过有效的票的半数。把宪法作为政治斗争的工具，那我们真的是不敢恭维。要罢免赖清德总统，在国会就要有2/3的高门槛，到底可行不可行？朱立伦的这个倡议是国民党上上下下一致的决议吗？针对在野发声讲要发动罢免，赖总统本人表示尊重，不过伫5日控制天，也提出要支持国安团队规划向在野党主席进行重要国安情势简报，希望各党拢会当以国家利益为优先。他所提出来要坦率真诚交换意见，共商国事，到就职1周年才抛出，其实已经拖延了许久。民众党的主席黄国昌回应讲，国家绝对不是任何一个政党的专利，表示在无意识立场的情形之下，愿意保留时间听候安排。公司新闻采访报道。咱再来看今仔股市的表现哦，今仔台股开盘就起，盘中是起超过200点，台积电是起到994块，新台币换美金嘛起。今仔日是5日控，也是总统赖清德就任满1周年，加上19美国3大指数收红，刺激股市开红盘，是满面春风。台股开悬走悬，盘中一时大起超过200点，上悬21746点。观察股台积电盘中上悬是要来到994块。如果能够呢，
拉尾盘收长红的话，那么短线上应该还有更高点可以值得期待。可是反过来讲，万一今天是杀尾盘，出现个开高走低的走势的话，我们会比较担心，市场上呢会有这个失望性的卖压会出来啊。那短线上可能就要稍微的震荡一下了。专家表示，受到辉达执行长黄仁勋宣布台湾的总部确定徛伫北树科，带动相关的概念股，包含树开、花购等等，而再出现庆祝的行情拢大起。另外，庆祝飞核加长，第60的概念股，亲像分霸能源，也一时冲起来。20个金融市场高回拢起，新台币换美金的汇率开盘是30.2块，升0.5仙。市场关注台币中汇2字头的压力未细，敢会出现30块的保卫战？万东集团的董事长徐旭东出席万东百货股东商会，讲到新台币强势起，未来敢会带动内需消费变旺，提出看法。它升值，它 value 高了，当然你的货币多值钱了，多值钱了，你当然多买东西了，这很自然。虽然后来股会盘中是无起遐凶，不过政府敢会立场护盘或者是调节，这毋若牵动到底线走势，也正做投资人关注的重点。公司新闻采访报道。鸿海集团的董事长刘永伟今仔早起伫台北国际电脑展演说，辉达的执行长黄仁勋嘛来徛台。黄仁勋当宣布讲，要甲鸿海台积电等公司伫咱台湾来打造超级电脑。经济部是表示讲，会来提供必要的协助。黄仁勋嘛强调讲，咱台湾有真侪优秀的公司甲人才，嘛学了讲，咱台湾是世界运算的中心。Ladies and gentlemen, let's welcome the superstar of the AI industry and the leader. 鸿海董事长刘永伟介绍伊的好朋友，也就是辉达执行长黄仁勋出场，甲伊徛台。两个人伫台顶是讲甲真欢喜。刘永伟伫2025年电脑展览 Keynote 演讲，讲到智慧城市甲 AI 的后一步要做超级电脑。We've been coming here for 30 years. Yeah. And somebody did a count. We have 350 partners here as a computing company. This is the epicenter of the world's computing industry. This is where it starts. And everything from the chips, of course, to the systems, and now increasingly, the pioneering work that is being done in the automation of robotic factories and building robots. 辉达执行长黄仁勋昨天宣布，要甲鸿海集团、台湾政府甲台积电合作，替台湾打造头一台大型的 AI 超级电脑。按算会甲几啊粒 Blackwell GPU 晶片串联做大型的虚拟晶片，嘛涵盖晶片甲主机板等等整体系统的工程，见证台湾科技生态系统的实力。许多像开源的 AI 的技术的问世，象征 AI 不再仅是大国或者是科技巨头的专属领域，而是正加速普及化，带动更多边缘应用与分散服务的新机会。大厂顺这个势，互 AI 产业链拢受惠。像是电脑展览起股的头一日，各大厂商拢已经准备好势，包括34个国家1400间的厂商来参与，大部分拢把重点放在 AI 的运用。我想更快绝对是一个，第二个就是说它可以接触很多的感知器，然后这运算如何可以变得更快速，我想这是另外一个很大的优点。科技公司嘛推出新一代边缘运算的工具，要来应对后一波机器人的科技。科技推动更加快速的发展，嘛互台湾徛起伫世界的舞台。公司新闻台北报道。今仔是中国六四天安门事件30周年，有民间团体是来展出中国六四天安门事件，有香港反送中运动，有咱台湾立陶宛运动的影像，希望讲甲无共时代民主的火会当互因继续拖落去。一张为民主抗争的相片，伫金色的脸庞当中来呈现。今年是中国六四天安门事件36周年，华人民主倡议协会特别举办摄影展，布展人分享是以日本传统工艺金价为概念，甲无共所在的行动，用修补碎片的方式连接起来。从破碎的民主中，我们去结合，就跟经济，它是用一种技术去把破掉的瓷器去做修补。那其实就跟不论是在中国，他们失败的
天安门或者是后面香港失败的反送中这些也不算失败，它就是一个延续下去。那我们也可以在台湾这个民主的地方，可以就是持续延续下去。六四天安门事件幸存者也伫现场一再强调，看到香港过去反送中运动到现在互压迫的状况，台湾人一定要有警觉心。而今天如果我们台湾人、台湾民众不认识到中共的政权的残暴性的话，如果失去了警惕性的话，这对民主的台湾、对台湾人民的现有的生活方式，那是极大的一个威胁。另外，华人民主倡议协会表示，中国最近真正对台侵扰规模也直直扩大，希望用影像来提醒台湾人民对中国的认知作战要有觉醒。在咱生活当中，在咱的这个政府，在咱国会当中，嘛是足多吼，对咱这个国家的基本的价值认识无清楚的人伫内底所以其实咱的危险嘛足大的，所以我是利用这个机会啦提醒台湾社会。协会表示，摄影展会伫中正纪念堂展到6月中，通看到对中国六四天安门事件、香港反送中运动到台湾的日头火运动现场记录，希望全民众反思民主自由的韧性。记者刘家嘅林秀凯台北报道。目前台美的关系正在谈判，有风声讲进口的美药可能唔免扣关税。农业部长陈俊贵昨伫立法院是表示讲未发生这款代志，也毋过今仔早起有来自各地农民伫立法院头前抗议，伊要求讲政府关税谈判都唔通牺牲产业甲民众食食的安全。为各地来农民选立赖总统就任周年，嘛就是农民运动37周年的5日抗来到立法院抗议。目前台美在进行关税谈判，一直有传言指出，美国会零关税扣关，为台中访问来农民非常欢乐，农产品继续加，即马做农只是食的罢尔。种出来的菜换钱而已，可是比不到那个就是物价。所以你是惊关税过来，你连生活的钱拢无。我知耶，农民都知耶。唔那烦恼台美关税谈判牺牲农业，毛农民不满，供电产业一直入侵农地，令生产的根本拢要消失啦。很多农地都被误用啊，种光电啊什么的啊，那破坏我们的土地啊。那破坏农民的权益啊！畜牧业伫关税谈判当中，是毋是会变成牺牲品呢？农民批评2021年为着要争取加入 CPTPP， 开放有莱克多巴胺猪肉进口，结果最近边境查到的是澳洲猪有来济，讲民进党政府一直骗。不只是陈其仲说过谎，只有美国来猪会进口。澳洲也来的，这政府逐工就是咧骗，人讲满白骗无啦，所以才强烈要求热情的政府大胆跟美国说 no， 阮做你的靠山，反川普，反阿爸。前一天，立法院备询的农业部长陈俊贵面对执政党立委关心谈判的状况，尤其是外团全面要开放进口米零关税入来。对此，陈俊贵表示，进口米关税未降到0，为着确保粮食安全，农业部会捍卫现有的制度。公司新闻林前梅配合做台北报道。来看桃园滨镇的滨东路一段建安宫的头前才定定发生车祸，顶个月就发生2件，昨又有奥多麦烧路。即马交通局是表示讲，因会来降低速限，嘛来增设 LED 激光的标志，来改善路口。外面会使看到，伫这个路口头前的机车伫等待区慢落来会等红灯，后壁机车技术就是无注意，直接甲伊弄起哩。2个人就安尼连人挂车摔伫涂骹，当地人讲，这常常发生车祸。男子轻微挫伤，双方酒测值为0。至于详细肇事原因，警方正积极调查厘清当中。大部分就是前面的车停红灯了，可是后面抢快，他就是会追撞这样。常常时常的，上个月也一次啊，摩托车在停的红绿灯后面就追撞啊，刚好转弯稍微一下没注意就来了。事故的地点就发生伫桃园市平镇区平东路一段建安宫边仔这个路口，4月才发生2件车祸。同一个地点，这个月19又搁发生1件。在地人认为讲，路口头前有一个弯，那弯过来就是车红灯。虽然伫弯进前有预告的号志，不过若阵骑车驶车上紧，会未互动，就会发生车祸。在行车的部分呢，除了在急弯前方加装 LED 的警示牌面，进入口呢限速降低到40，
那我们也把双侧型的减速标线画上去。针对常常发生车祸的这个路口，交通局会勘了后发现讲，除了有车会撞后道的事故，还有行人违规行过车道的事故，后续增加交通号志甲标线。伫行人服务的部分，也会退缩斑马线，延伸建安宫停车场头前标线型的人行道，并且加设有春秋的护栏，来引导行人安全行，改善路口的状况。公司新闻采访报道。花莲有一个17岁学生囡仔骑微电车，底盘熊熊倒火，伊甲车停伫路边哦，警察看到赶紧去斗三工，嘛向附近的店家来借拍火器，甲火拍花，加载是无人着伤。惠港市区的画面会当看到一个学生骑奥多摆咧行的时阵，底盘已经规个倒火，对向的一台警察车看到了后，随势翻头甲砸落来。这个学生是惊一个甲车挡伫路边。我骑到这里刚好爆炸，我就过来这里，然后警察也刚好看到，我就丢车了。爆炸，就突然嘣一声，然后起火了。这个意外发生伫19下晡4点20分。这个姓柯的查甫学生今年17岁。伊骑 B 型电动车经过吉安乡中山路3段的时阵，熊熊倒火。警方随甲附近的店头借3支打粉的灭火器，因为电池压是造成连锁反应，要甲火拍花是真恶。同仁见状立即上前将该辆微电车拉至控光处，并持灭火器控制火势，避免燃烧周遭车辆。后续消防队到场，顺利将火势完全扑灭。要拿 B 型电动车是安怎会倒火？警方也会调查。不过，捌改装电动车的人讲，真有可能是因为电池的问题，或者是改装造成的。电池的品质不良，没有经过国家的检验安全认证，它没有自我保护过载的功能，或者是电池充电时电压过高，无自动断电功能所造成起火现象。加在这个事故无人员伤亡，火势伫1点钟了后完全拍花。消防局提醒，电动车导火拍火的方式应该采用二氧化碳灭火器，加上灭火的毯仔。若是会当伫30秒以内完成拍火，就会当压制电池连锁的反应。公司新闻花莲报道。来看台中市大安海水浴场目前咧进行改善的工程哦，也毋过因为即马工程的进行，真侪人去搭着铁钉啊。厂商政府是讲会来甲厂商立管，嘛要求厂商着爱改善。风景真水的大安海水浴场吸引游客来耍水，但是我海波仔的观景平台墙边煞会当看到砖仔甲铁钉仔就落伫咧海波仔，游客是感觉真不可思议，烦恼耍水的安全。蛮危险的。怎么说？会流血。明代20号开记者会批评，台中市府开3000万兴建的大安滨海观光路廊甲墙边旅游环境整合改善工程，施工的厂商疑似伫咧模板作业结束了后，将铁钉仔顶废弃物直接弹伫咧海波仔，致使有真侪民众搭着流血受伤。海水浴场现场也有救生员证实，确实有看过海波仔的水窟有铁钉仔，厂商赶紧倒转来到现场善修。有看过有人捡到铁钉这种情况？有，其实之前还不少。如果假日的话，有时候一天会有好几个。动全面检查与清理作业，落实缺失改善。此外，关旅局绝不包庇不良厂商，将依程序函送工程会列管不良记录，确保公共安全。台中市府表示，这项工程完工了后有遗留废弃物，曾经要求厂商全面检查甲清理，但是无彻底排除风险。后续会请业者动用吸铁钉工具，对海部全面检测甲清除，而且将不良厂商函送工程会列管。针对受伤的游客，也会全力协助保险理赔。公司新闻台中报道。观众朋友，咱今仔下晡新闻是伫主要讲生理陈白戏的现场来报新闻哦。其实搬戏写实是咱台湾真重要的民俗传统，嘛是传统戏曲的社会功能哦。尤其是伫民国70年代，因为大家烧大家乐、烧六合彩哦，会去一寡庙里来挂名牌，所以戏班讲迄个年代哦，大家拢烧钱来请戏，是戏班的黄金时代。所以咱嘛做伙来了解哦，即嘛戏班改会的起起落落。
这边几落台布袋戏白摆做伙，迄边嘛有歌剧有电影等咧演出。这款闹热的情景伫都市罕得看到。不过以早伫六合彩当地兴，大家拢去因庙求明白70年代正思想。中山大学副教授罗金文研究，对清朝开始就有因庙，但是因庙的兴会出现侪现象，甲六合彩有正大的关系。民众来戏院愿望实现对请戏写神，无形中变成一款循环经济。戏院就是一种经济的展现，所以伊的人力资本变成经济资本。所以你会看到一寡因庙因迄个兴戏的坪数非常的多。因庙的兴起甲稀微，虽然是影响戏班生理好歹因素之一，不过无论是布袋戏、歌戏，也是咖喱戏，拢也受到时代演变、竞争变质等等的影响，出现无共款的发展困境。出现录音带了后，销价竞争怎变成品质布袋戏的品质愈来较无好。哦，因为较简单嘛，一人团队一个人就当演啊，怎变安尼去？怎变成真济较无好的布袋戏团，拢总生意真好，因为伊计小低啊，变成讲咱咧正规的正统的布袋戏团，伊的生意就一直慢慢没落落去。拜天公一暝会当10几摊，要到20摊，从迄落天还袂暗开始演到天光。但是到阮团长的时阵吼，一暝一工一暝啊，还佫有6、7暝。但是即摆上好已经拢无啊。听讲一个月先改一场的拜天公的仪式嘛无，因为价带少啊嘛。亲像伊住夜庙安尼，同一个时间有几落百平戏演出，正做地方的特色风俗的，其实也无济啊。尤其文化传承的部分，团长王泰龙表示，无论是拄到社会竞争，也是风俗的改变，传统戏班依然坚持落去，毋忘融入创新做法，提升品质，结合无共款的元素来开创一条新出路。记者柯嘉昭用高雄场报道。今仔日义主亚公陈病戏的现场，咱邀请到一个专门咧研究义主亚公遐戏班文化的林银汉研究生哦，要请伊带来详细来了解这个特殊的文化。银汉，听讲你今年家己嘛来写一篇布袋戏哦？我有写一篇戏。是安怎？因为我进前有甲余家讲，我毕业顺利毕业话，我会写一场布袋戏。你啥开始对这个戏班文化感觉兴趣来研究咧？我就是细汉的时阵有伫足侪庙看到一寡对台的活动。然后我就是感觉讲这文化就有兴趣的，后来我有看到一个江武昌先生做的一个文章哦，文章伊就讲嘉义县遮的这戏班大会文化非常的兴，我就来看过，看过以后我就感觉讲这题目其实非常的趣味。咱知一般的庙会哦，演一场、2场戏已经真无简单，所以这种会当一届演上百倍、上千倍的戏哦，其实是愈无简单。那么你开有讲哦，敢是甲嘉义这卡岛啊，才有的特色，才有的传统的文化。其实早期这戏班大会伫台湾足侪所在拢看会到，但是因为即马都是有一寡场地的关系，也是讲阮噪音的关系，所以足侪庙已经无遮的文化。但是台湾有一寡下港所在啊，像阮高雄的，还是讲台南，还是讲中华一寡所在，其实佫有一寡庙有这戏班大会。但是台湾上兴盛的这戏班大会文化，即马还是嘉义县才较有。所以伊主要讲有啥物特色诶？伊主要讲，就是伊最特别的是，阮台湾有足侪所在庙，伊是提前祝寿，就是讲伊为神明的这圣诞千秋日的进前就会开始做戏。但是伊主要讲，伊遮有一个足大的特色，就是伊爱为正日，就是讲伊遮讲圣诞千秋的农历的4月23开始起过了后，才会再开始做戏。另外讲，阮早期的这戏班大会足侪拢是重量不重质，就是讲伊为着爱请足侪戏班，足侪戏班伊就是爱请戏金无遐悬的哦。但是这几档阮当看到讲，伊主要讲伊遮的这戏班大会啊，伊请的戏除了歌戏，这比例足悬，因为伊一档歌戏都60、70倍的这比例哦。另外就是讲这歌戏的这剧团这质量哦，就是讲伊嘛请足侪咱下港遮，还是讲咱民防这较有名的迄剧团来做演出哦，会当看到咱的信众其实为早期这重量不重质的这个状况哦，到即马已经慢慢的也去提升咱做戏的这品质安尼。其实伫你的论文内底，你嘛有写到讲，伫民国70年代哦，迄阵啊因为六合彩大家乐做事行，所以大家做兴请戏，所以迄阵啊戏班文化哦，其实是做兴的。也毋过后来就慢慢啊愈来愈稀微哦。也毋过你嘛发现讲，最近这几档咱就又搁兴起来，是啥物原因呢？
其实台湾的这社戏的文化，以及咱都是跟庶民这谢戏的这个文化有关系哦。那这谢戏的这文化，伊都是跟经济有关系。啊，台湾都是早期这大家乐还是讲六合彩较兴的时阵，足侪庙都有这社戏的文化。但是讲伊中间大概有一个断层啊，但是这几年咱这各会当看到这戏班大会哦，伊是愈来愈少，伊是愈来愈济哦。啊，就是阮感觉讲，伊这是甲网络的这兴盛有关系。足济大家知影讲，影像这保存，还是讲伫网络看到这文章哦，就感觉讲，那有这个庙这趣味，新明生日的时阵，遮济戏班来遮做戏，啊，有时阵是一天就是100多棚安尼，200多棚啊，都会特别来看，啊来看了就感觉讲，这文化足趣味的，那安尼我会甲伊只讲下湾，我明年嘛要请一班戏安尼。啊，所以这文化都愈来愈兴。咱嘛知影讲，其实即马伫都市哦，要写戏其实真困难，因为你一写戏声音上过大，就有人会来检举嘛。所以咱伊主要讲，因为位伫较偏僻的所在，所以会当形成遮尔千百戏的一个盛况哦。你敢有啥物建议，也是看法讲，希望咱会当甲即个传统的文化，佮继续永远甲伊传落去的。咱有听就是戏班大会，伊爱一个除了庶民的这支持了嘛，我们爱政府的这扶持。啊，阮是感觉讲这文化遮特别、遮特殊，全台湾都是伊只讲遮上兴。咱希望讲政府像阮嘉义的这县政府会当将这个文化做一个保存，希望会当提报这无形的文化资产。咱知影讲嘉义县哦，即马嘛等咧准备讲要家己主要讲陈白戏来申请做无形的文化资产，那么希望会讲早一日会当来形成这个文化资产哦。咱今仔嘛真感谢银行，互咱遮尔详细的说明。咱即马要甲外场交互咱的记者雅轩，请伊来带咱来看戏班后场的状况。是主播记者人现在就伫咧后台，会当看到这个演员非常的专业，等下要准备的就是扮仙，啊，咱家己来伪装，等下要演的就是八仙过海。啊，这个演员呢，因非常的专业，拢是家己来伪装，家己来换衫。你今仔咧扮的是啥物仙？汉钟离，咱今仔要扮的是汉钟离大仙。啊，你有需要挂喙手无？有，咱若要较精致的话，咱得用念的，嘛使用挂的，对。是啊，这演员的伪装拢准备真长的时间，啊，这小新呢，伊是准备18天的时间，伊嘛练习18天啊。嘿，啊，你这伪装有需要困难的无？爱练足久的无？无，应该是讲熟手就较紧。嘿，啊，你今日为这个妆有啥物特别的所在？就小型的装扮安尼。啊，所以讲爱斗这个头毛是爱斗较悬。因为我人本身较矮啦。哎呀，我人本身较矮，所以斗较悬的会使增加一下身高度安尼。啊，咱化妆爱化偌久？因为尤其是即个天气足热的，惊伊迄妆无去无？会啊，当然会惊啊！这种天气安尼热甲安尼寒过拼落来安尼，嘿，袂用的。现在嘉义天气是非常热，天气有到38度遐尼悬，演员是流到规身躯汗，衫一领一领塌起哩，这也是野台戏辛苦的所在。以上是记者陈雅轩、柯敏哲伫现场上新的连续报道，咱甲时间交予主播。伊主要讲圣诞春秋戏班大会哦，因为遮尔济剧团真罕得当同齐做伙来庙口表演，所以大家嘛会趁这个机会哦，来学一寡介意的戏衫、头插、烛花等等扮装需要的物件。有的是先伫网络顶头就订好，又来遮交会哦。伫现场嘛有细型的纸仔，互大家来选介意的物件。所以除了来遮演戏，自然嘛有一寡生意通做，加做一款另类的戏班经济。好强，好强！规家伙仔无用咧布置戏台，大家分工合作，有人斗凉跳，有人斗电火，就连囡仔就来斗三工。这是歌戏团为着过转工，伊伫夜公生日所准备的写成舞台。戏团讲万事拢准备好啊，就差一寡服装、刀枪、化妆品，不要紧，明仔载就有通买。像明仔若是要买物件的话，就是阮个人有欠的化妆品、头饰、护饰，一寡舞台上的设备。这只啦。系啦，系啦，
啊，你看要什么色的啦？你会叫我做2色来，互你看无？隔当天卖十西的车来到现场，就戏团头家随来提货。卖十西的头家讲，因当初是伫咧高雄开店面，咧卖这物件，后来为着要服务一寡来自四方的剧团，开始开车出来卖，到今已经卖12档啊。啊，因为以前阮这种物件拢是开店咧卖，啊，有的阿嬷因若唔知买对买无，阮就再出来卖因就对啊。有当时是化妆品，啊，有当时是我家订的戏服，像这个我就是家订老虎装，啊，然后一些野兽道具。头家讲，伊本身嘛有咧播歌戏，戏团需要什么物件，伊拢真了解。戏服嘛是亲身去添，每一年的戏衫拢需要6个月时间去制作。现代时代的进步啊，因也开始以直播的方式来卖十西啊。拄到大型的活动，亲像伊伫遐讲，生日这个戏班，就约伫咧戏班遮来交会，也加做特别的一款戏班经济。记者第一选柯敏哲家己报道。今仔是5月20日，连起来就是我爱你，我爱你哦。所以伫台东的户政事务所，今仔就有真侪人选择要来遮登记结婚哦。因统计今仔有超过20外对要来登记。县政府哦嘛专工准备礼物，因为伫少子化的年代哦，望讲因会当加生几个囡仔来增产报国。台东市户政事务所的柜台20早起是少年所有民众来办结婚登记，因为5日空伫个华语共音的都是我爱你，新人较袂记得讲结婚纪念日，早起拢总有7对新人来登记。台东县政府嘛准备双双对对的好礼，就互因婚姻登记。就想到今天的那个520谐音就我爱你这样。到520哈，那也做了对杯哈，就是给这一对新婚的夫妻哈，对杯，然后呢有空哦多饮茶多聊天哦，不要吵架。县府嘛趁这个机会鼓励新人加生贵的，现场拄好嘛有民众来办新生日的登记，县府就送出大礼包，甲民众说明县府的生育补助。人家幼儿的就第一胎哈有4万。第2胎有4万5，第3胎有5万哈，也希望他们能够增产报国。县府统计，台东县是全国唯一一个连续3年新生儿的人数正成长的地区。2022年1405个人，2023年是1468个人，2024年1559个人。县府认为讲，这表示推出的生育福利有效果。县府嘛暗算520各乡镇市的户政事务所，包括预约和现场结婚登记的民众会超过20对。公司新闻综合报道。咱再来看伊重感冒初期无啥物明显的症状，致死率是真悬。台北医疗团队开发出全球头一颗人工智慧胰重癌辅助的诊断系统，利用 AI 过去大约4成无法度早期检查出来的癌症，即马拢会当量早来发现。2公分以下的肿瘤冇法度会当检查到，患者会当量早治疗。5年的存活率到本地只有1成。即嘛是会当增加到8成，也毋过这项技术目前只会当自费。真出名的体育主播布达人，在生的时阵得到人讲是上好诊断出来癌中之王——腰鞘癌。伊伫2018年病逝，食到85岁。为着要突破诊断的困难，台北医院甲台大应用数学科学研究所合作，开发出全球头一套人工智慧腰鞘癌辅助诊断的系统。只要2分钟，就会当自动判读感受生歹命，准确率有达9.3%。影像本身它基本上是一个数据，我们要把每一张影像当作是一个数据来看，而数据透过 AI 的分析，我们就可以看到人类眼睛看不到的东西。医疗团队表示，腰鞘癌的初期症状无明显，而且瘤是大了真紧，致死率嘛真悬。2023年已经加做咱国民众10大癌症死亡率第7位，一年有2879个人死亡。早期腰鞘癌伫电脑断层的影像当中，袂输是大海的梦尖，差不多有4成会去看无到。即嘛透过这套 AI 的系统，会当侦测出2公分以下可疑的瘤，互患者会当量早治疗。5年的存活率为原底10%提升到80%。如果能够再小2公分，第1期的胰脏癌就能够及时发现。那以现在的治疗的话，其实是有高达80%的机会是可以治愈的。但是，一旦超过2公分，这个肿瘤大概都会扩散到其他的地方。医师提醒，腰鞘癌较会出现伫咧侪岁人的身上，危险的因子包括有家族病史、食薰、甲糖尿病等等。不过，目前这套 AI 辅助诊断的系统，健保是无给付，属于自费的项目。公司新闻台北报道。来看宜兰县大溪乡的利用进度已经传承227档，原本只是要超度水中的亡魂，最近改伫5日节来举办。
甲传统的飞龙船无啥共，这无输赢是求平安哦。这是宜兰县民俗文化的主产，伫这个月31日，嘛欢迎民众一同去体验。拍落飞船，不过真少看，会当发现这只船是无龙头，和一般5月节龙船完全无同款。既然大溪二龙川，逐年的5月节拢会举办二龙飞龙船的活动，是真有地方特色。基本上甲9月尾，拢来做一个无奖金哦，敢若求咱风调雨顺、国泰民安的这个活动。社区二早举办宣传活动，二龙飞龙船已经传承227吨，原底只是装头有用的时，为着超度水中的亡魂，才开始飞龙船，分做顶下装2只船来比赛。最近几年才改做伫5月节长工举办，不过飞龙船是求平安的，并不是要拼输赢。东山乡最近几日举办龙船赛，连续发生船只伫比赛过程当中沉落去的情形。参与数十年二龙飞龙船的队员表示，二龙的龙船是较深较快，较袂入水，而且船员拢经验丰富。只要船头的人莫爬甲上深，互船只入水就袂沉船。握的桨握的方式是属于反桨，跟他们正桨在握就是相反过来。相对的，我们在出力上会比较方便。也那5月节飞龙船的长工，社区也准备体验船，互民众会当来爬船。社区表示，为着安全，每一位上船体验的民众拢爱穿救生衫，而且无分查甫拢会当上船，欢迎民众做伙来参与。公司新闻采访报道。承办世总运的羽毛球哦，这届有3000外的选手参加，有一半拢来自国外，是这届世总运上热门的项目。也毋过哦，计共就爱拍8000外场，所以昨个团体赛的小组循环赛就决定讲，本地哦是5战3胜，即嘛要改单局21分的赛制，即嘛要改做5战哦，拢爱拍单局是31分。也毋过哦，有部分的选手是表示讲，因无法度接受。网前小球后场美杀球来自澳洲79岁 Stanford 甲77岁索马鲁，要伫咧羽球团体决赛相打，为队伍摕一场胜利。也毋过两人的对手来自美国，81岁 Bob 甲 Andy 年岁较大，合作超过40档，嘛是真厉害。Played in Sydney, Torino, Italy, Auckland, and this one's the fourth one. It's just going to be very competitive. 承办羽球比赛，羽球协会统计，3000位选手，国外选手有一半。伫咧台北体育馆10天比赛爱拍8000外场。19号领队会议决定，甲团体比赛小组巡回赛拍5点，先摕到3点胜出单局21分。改做5点拢爱拍，也毋过单局敢若拍31分。报名人数是6到8位，可是他要打5个点，所以他会产生牵连的问题，尤其是在这些年长的长辈来讲，其实去打3战2胜，对他们来讲非常非常的吃力。10,000 miles away, and they can't play, so all the expense and all that. Well, I think this is better because we have people came from far away, and this allows everybody to play. 比赛制度临时改变，接受访问的外国选手表示无啥物问题，也毋过嘛有来自加拿大的选手向羽球协会来表达，袂使拍破世界羽联的比赛制度。我打到一半，怎么16分？为什么11分不换边？我才知道。Last second 你在告诉我们这个事情，这是不对的。羽球协会表示，协会是承办甲执行单位，决策是技术代表甲领队会议来达成，尊重选手无同意见，会当直接向大会来反映。公司新闻综合报道。今仔嘉义落草，伊主要讲生日的这个现场哦，日头是真大，天气是真好。咱们来看全台湾各地今仔下半晡天气的状况。
伫咱台湾哦，有真侪真多元无共款特色的民间信仰文化，透过伊主要讲陈白戏，咱会当来了解咱台湾戏班大会历史演变。咱嘛望讲哦，这个世界机关会当来个继续发展，会当继续来生拖落来。咱公司台语台哦，会在地报新闻，嘛继续来为观众朋友来找出愈较有台湾味的特色来在地报新闻。我是陈淑君，咱下晡新闻，明仔载下晡3点再会。